莫说忙不行啊，做累积的卡了等你做洗个子等你顶着拉子。你打动的那几个参加忙不起来，我说3个等你那个8千忙不起最了嘞，等你那么说7、8的，人那样个大个告诉7岁那种时间，我等你这个，等你我说大参加线拿了原来是参加线了，参加线拿了咱呢，我让说给你让口了能加，你养这个大财务去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东。前2天呢。这个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呢发生了6.8级的地震啊，那么我通过了很多的消息看到呢，人员伤亡和这个财产损失也非常的严重，那么在这里呢我要呼吁一下啊，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啊，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啊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那么希望我们的这个传统要继续啊，那么现在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通过任何的渠道。通过任何的一种方式，能够帮助我们日喀则地区受灾的老百姓啊，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微薄之力在那里可以凝聚成大海，希望大家多多帮忙，多多支持，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。修，再给点脸。马拉有我在公拉那讲，亚龙总部已经隆隆的把比，是等卡尔为中了，出现那边不打那把了，前那把看松，他电人看松一拿，先马古把下面把那人拿从托工个参加。学个最近讲，等这个啥去了，参用个人在用呢，拿从我们被厕所口把嘛，这我们不了，刚刚又被干的了，等你拿从多云看上个不那样个家政了，等你拿让你个等你下个直接的，拿让做个等你你的打个落进个落嘛等你康比不么这些去着，你个你这些等你打你嘛听阿爸的。等你到等你等你个等你告诉爸比个当对上爸比跟家人呢，路上当接就先看个本大用了，因他把你挂进去小当吃这个，人就做上去还叫忙不着么这个，那等你能够从这里当人就出来连接点，俺做咱们就赢，等这个萨克当，等你他刚刚有啥充满了，隆说个加了这次把嘛，这我们用这次把赢。这种这个卡从德里你了，你个啥了？国门讲头个，国门吃年去送马从啥去？这当个，等你这个下了，我做哈这个拿空了，等你我做刚刚第三用看当，这个那些个国门马上看，马了拿啥都用那手个车，等你用啥个第三个谁个多？等你我做啷个你马里用呢？这到个国门堂去，可能不错了。等你加了啷个公寓，等你国门的这就，等你赢，等你本到那把啷看你用看，啥讲的那了，夹就头个用看草嘛。小娃郎着各自的同人体大的你们责任，像从传统因为这些面对小娃同这的，等你前头做狼看你引起每一个等你拿入去看着这些一个，那么个这了去了。当个就是他们忙不跟俺们说我们讲的，俺们说再来讲的，俺们不个月，那这里做的这样个啊，那做没给当个我们买的没忙，这个莲花当，其实切的了，这里就买的我看着，我先做那个先放嘛讲啊，对，是这个，知道对，这个吧。这个